老師的評語。浩天呢一向對中文科都好有信心，但係升咗做中四學生之後，就遇到一位新嘅中文老師。佢發現呢一位老師呢特別鍾意一啲文筆細膩嘅同學，對自己呢一種直率風格嘅作文呢，總係評語簡單，分數都唔高。浩天呢就覺得好挫敗，心裏邊就開始覺得呢個老師根本就唔識欣賞自己，甚至慢慢對呢一科失去興趣。有一次作文測驗之後，佢特別用心機準備，但係成績依然唔理想。老師就淨係寫咗一句話：內容欠缺深度。浩天睇完之後就真係好嬲，嬲到呢揸抄咗篇作文喎。返到屋企之後仲想同媽媽講話以後唔讀中文。媽媽聽完佢咁講之後呢，就鼓勵佢試下同老師傾下，表達下自己嘅諗法。雖然一開始好緊張，但係浩天呢終於鼓起勇氣，落咗堂之後就去揾呢位老師傾偈。佢坦白講出自己嘅努力同困惑。老師聽完之後呢，表示好欣賞佢嘅誠實，並解釋自己對寫作嘅要求嘅標準，亦都提供咗具體嘅改進建議。經過呢一次嘅溝通呢，浩天發現老師並非唔欣賞佢，而係希望佢有更加大嘅進步空間，所以佢就重新整理思路，逐步改善寫作方法，對中文呢又重拾返興趣啦。其實有時候一次真誠嘅對話就可以拆解長久嘅誤會。勇敢表達係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嘅第一步。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度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